7月8日，願傳媒能肩負報道的使命。經上記着說：你們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。馬太福音5章14節。讓我們同來思想經上的話。傳媒帶給社會極大及深遠嘅影響力，因為關心社會及生活嘅人，幾乎每天都接收傳媒所傳遞出來嘅信息。從事傳媒嘅人身負重任，如果他們的工作建基在神的話語上，就如城造在山上，既穩固又顯而易見。傳媒工作者的工作很能夠散發神嘅公義、信實、公平、慈愛、恩惠等有關神嘅屬性，在其傳遞嘅信息中，其潛移默化嘅力量不容置疑。所以從事傳媒行業嘅人士能夠時刻抗拒金錢、名利、升官發財嘅誘惑，是這份工作的第一關卡。持守從神而來嘅使命至為關鍵，只有抱持誠信真實嘅人，方可保持長遠良好嘅信譽及公信力。讓我哋同心禱告。創造天地嘅全能上帝，感謝你頒布律法誡命，使人認識美善和真實，又能以此作為處事嘅準則、斷事嘅標準。主啊，唯有公義嘅典章、發人心醒嘅判語，我哋更當按正直而行，循公義而作，並以此成為我哋嘅源頭，乃以生存嘅活水。主啊，我哋將傳媒報業交託俾主，願公平公義成為佢哋嘅根基，敏銳嘅觸覺成為佢哋嘅導向，樂意服務人群成為佢哋嘅動力。願一切文字嘅傳遞都能盡忠表達，一切評論都能洞悉國家城市嘅脈搏，一切報道都是至誠至忠。願正確嘅信息能引導人走上正路，讓生命被建立，文化情操得着提升。以公平公義作根基嘅主，我哋將新聞報業、網上資訊、書刊出版、電視及電台廣播交託俾主，心願所有報道都要建基在誠信真實、公平公正裏，決不出現任何偏袒。在多元文化及宗教上，必秉行公正、公平、公義嘅法則。心願各傳媒工作者在所有報道中充滿誠實和公信力，在評論中充滿內涵和分析，在遠瞻中充滿智慧和策略，在影響中充滿至誠至義，更要在香港嘅新聞報道中發揮光嘅使命，讓市民得着正確嘅信息，使我們嘅城市得着平安嘅出路。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，阿門。心靈回響。願傳媒報業定義堅守報道正確信息，決不向金錢權勢屈服。